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8月3号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主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们要读耶利米书14章1到22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你是以色列唯一的希望，是我们遭难时的救主。在我们中间，你为何像陌生人？耶利米书14章第8节。经文描述旱灾之中先知的回应与代求。先知为了旱灾，他哀求上帝来怜悯他的百姓。先知也为了百姓的惨状哭泣，求上帝你来拯救啊！在今年5月，我们面临干旱缺水的危机。我们知道全台湾的水库几乎见底了，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发起祈雨的祷告呼求，盼望老天能怜悯降下恩雨。但是我们知道，屡次见到封面的形成，使用人工造雨，但最后都是徒劳无功。我们也知道教会界在那段时间也为干旱迫切求上帝能够降下雨水滋润大地，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主权都在于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手中。经文描述先知与上帝因为一场全国性的严重干旱展开了长篇的对话。以色列人经历长久的旱灾，是因为上帝对他们的罪的惩罚。圣经中常常以提及上帝不降雨水作为警告，来表达他对百姓的不悦，还有要将有更大的刑罚。面对旱灾的惩罚，以色列人仍然顽梗不悔改。耶利米看到这样的一个景况，心中极其忧伤。他知道百姓如果肯悔改归向上帝，上帝他一定会赦免他们啊，一定会使他们免于灾难。可惜啊，百姓他们不愿听从，他们仍然沉迷在敬拜偶像和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另外一方面，先知不忍看到百姓受苦难，被上帝的怒气灭亡，于是他就向上帝发出呼求。先知耶利米他希望上帝你能够回心转意，所以在他的祈祷当中，他求上帝你要三思啊。他强调为你民的缘故，上帝啊，为你自己的民。除了这之外，更由于以色列人是你所拣选的百姓啊，你曾经与百姓立约啊。可惜这一切的理由都不能改变上帝的心意，因为百姓实在令上帝太伤心太愤怒了，所以他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孽。因此上帝再一次吩咐耶利米，你不要再为百姓祈求了。我们来默想，上帝既然满有慈爱，这是我们理解的，但为何屡次叫耶利米不要再为他的选民祷告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上帝他会怎么做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圣灵，求你光照我们，提醒我们，
不要让我们故意妄为，顽梗背离上帝的心意，导致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求主圣灵赐给我们有柔软的心，在我们犯错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上帝。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